内裤露出来了。so good 啊！太好笑了吧！凯莉猫妹，好帅了！谢谢啊。现在有什么话想跟妈咪聊一聊啊？我们已经聊过38762次。妈咪，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自己选择我该喜欢哪个人呢？我不是不让你决定呢，我是觉得你这个眼光有问题。你每次交的那个女朋友都不怎么样嘛，随便你啦。妈，你根本不认识他们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那我问你，你前妻跟你拿钱到底要拿到什么时候啊？这件事情我会处理的。你自己会处理，你要是会处理啊，我就没那么头痛了。儿子，你到底哪里看人家不满意啊？谢阿姨姐姐这个小女儿很乖又很会顾家，又会做的一桌好菜，你到底哪里看不上人家？妈咪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不是你那么喜欢帮我做选择，或许我今天就不会跟那么多错误的女生在一起。那你这么说，都全怪我啦。不是我没有天哪！算了，我们不要聊这个了。等一下，你跟我正在讲话，你扭头就走，没礼貌。报告妈妈，我想去上厕所。去！精品室内设计展6月14号到6月18号，在台北世贸3馆等你哟！卡，怎么了？我的 pose 还 OK 吗？感觉少了点什么我还有一招，不然我们试试看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试试哦。好，需要风扇吗？好，开最小的就好了。谢谢。好，我们继续喽。好，5、4、3、2。等你哦。卡，这样可以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这是我们厂商要的感觉是清新健康的。不过我们还可以再试试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喽。5、4、3、2。等你哦！这样不错吧？真的很专业，而且完全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。家。干嘛这么说？你帮我，我帮你。以后有什么活动，尽管找他，没问题。OK 啊，那有什么问题？我先去忙了，再联络。送你菜。等你哦！好，看，表现得很好，我们休息10分钟，换下一套。你好。你好，表现得不错，相当好，继续加油。谢谢。好，我先离开了。谢谢。这样。拜拜。谢谢。怎么样？我刚刚表现还 OK 吗？他很喜欢你，我还跟他说以后有活动都可以找你。真的吗？那之后还会有很多场活动吗？记得之后还有大概10几场吧。10几场？这样1场1万，10场就10万，太好了。赶快去换衣服吧。好。
这么巧，你也在这里啊？我跟我爸一起来这里吃饭。哦，爸爸，这是我爸爸。爸爸，这是大树哥。你好。哎，大树哥，你来这里是来约会吗？我妈逼着我来相亲的。相亲。盼盼，如果你们还有事，你们先忙好了，不要让爸爸等太久。好，那我们先走喽。好，再见。拜拜。他什么人？朋友的朋友，人超好的。你现在交什么朋友？怎么认识个年纪这么大的？可是大树哥他人很好哎。不是人好不好的问题嘛？你要跟你年纪相仿的人做朋友，怎么会认识一个至少大你个10几20岁吧？可是爸比，你年纪也比我大很多啊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是你爸爸呀！那跟爸爸一样有学问的人多认识不是比较好吗？这么大年纪还在相亲。年纪大了怎样，就不能相亲了？你认识的人还真广哎。都40了，不多认识一点兄弟怎么可以呢？可是好像是男生吧？你话中有话哦。因为你也认识很多妹啊。有吗？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有，就那个什么蜜饯女孩哦。是蜜糖女孩，你干嘛故意说错？你干嘛心虚？你哪有心虚？明明就有，你该不会跟他们有一腿吧？我哪有跟他们有一腿？真的啊？真的。你要不要去吃饭？转移话题。好啊，我要先走了，拜拜。你要去哪？我送你。不用啊，我自己坐捷运就好了。哦。伞给你。哦，谢啊，拜拜。来。对不起，赶快去换衣服。好。妈的，死义气，每次都给我迟到。可是我有看到他哎。在哪里？我进来的时候他就在门口了。啊？他在门口？为什么不进来？我不知道哎。他说有一个记者要采访。啊？你在气象播报员的身后跌倒，露出凯蒂猫的内裤，网友疯狂转载你的影片，甚至还封你为凯蒂猫妹，请问你有什么看法？真的很糗哎！我真的只是因为走路跌倒，没有想到会因此而爆红。你们竟然还来访问我，真的很不好意思啦。这件事情，你男朋友会生气吗？我单身啦，你要跟我介绍吗？哎，我好像上过你们家杂志哎。是哦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走在路上，然后你家记者抓我过去拍了几张照片，最后好像登在《今日我最正》的专栏。